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风台过了后，南投仁爱乡雾社水库水面是朝朝拢水流查，连消防队要行水路去救人，树顶船嘛卡掉咧。另外，伫咧南投澳万台对外的车路甲游乐区，嘛因为风雨损断了真正力。林业署讲，目前要当地咧做整修。若清境的民俗业者讲，即卖停放率敢若剩一成，若是要恢复，上紧都要1个月。南投雾社水库的水面，规个拢是水流查，这个情形甚至阻碍消防队救灾。先往上拉一点，先往上拉一点，左右边才拉。好了，1、2。卡路风台严重损断南投仁爱乡，真侪水流查流去水尾的雾社水库。当地消防队初步准备行水路去救要掉伫山顶的民众，不过煞是叫侪水流查卡掉咧，因用4点钟才离开迄个所在。因若较内底是澳万台，对外车路真侪所在放弃，园区内底有真侪沟仔，甲真侪所在拢去土石淹起，灾情是真正力。虽然陆续能够抢通，不过因为脑寮溪溪桥也被冲毁，物资还有大型机具进入了能有相当的一个困难目前园区里面电力也受到损害。林业署南投分署表示，目前正咧全力拍通对外的道路，按算伫8月底进行抢通，才会当入去园区做修复。这届风灾嘛对仁爱乡的观光造成严重的冲击，因为主要的车路带14线，目前放弃的路段也未稳定，这嘛互不少游客唔敢上山。一般来讲，暑假大概都会落在8成到9成，那这次整体的话就只剩下1成啦。那9月接下来生意会比较差。当地旅游业者表示，带14线估计要1个月才会当恢复，对当地收入是真大考验。南投县府讲会加速恢复速度。我们的活动只有清境受影响其他的地区，12个乡镇我们的活动都照常举行。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末端那拍1、2个礼拜的处理之后，它已经暑假就快结束了，所以对观光业者来讲是有点可惜。学者认为讲，除了交通，观光地区的基础建设嘛应该爱全面来重点，嘛要透过各种的方式，互游客正确的信息，避免互外界就是讲规个南投拢是灾区，来影响整体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恢复团客旅游，第3波的名单包括日本、韩国、美国、甲英国等等78个国家，不过内底并无包括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伫咧人面册讲，愿意伫咧对等的原则之下，两岸同步恢复观光旅游，而且会当恢复带伫咧外国的中国人来台湾观光的方式优先开始实施。也若总统府嘛发同款声明，而且预告伫咧相关机关讨论定案了后，最近就会对外来公布。中国宣布开放第3波团客出国旅游名单，包含日本、南韩、美国、英国、澳洲等78个国家。不过，这份名单也是无台湾，引起国内旅游业者不满。这个政府无释出善意。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伊出席亚洲国际邮典赶紧杯会讲，政府透过观光小量会来沟通，不过无得到善意的回应。在这一个和平对等，然后彼此尊重，然后务实的情况下来做相关的这个交流的沟通，像我们开放国人到大陆去做这个自由行的旅游，我们也开放国人到大陆去的大学呢去念书。目前中国已经开放138个国家，中国人要来台湾，爱透过专案申请，个人去中国旅游开放自由行，禁团令也未解除。交通部长王国材解释，只有咱方单方面开放，对国内旅宿业者是无公平的。疫情前，中国游客占国外旅客来台湾的4成，相机不加大。国内旅客无等到好消息，无排除要发动抗争，表达诉求。台湾的4000家旅行社，大概有9成以上呢，都有发团到中国大陆，所以呢，对整个行业来讲，当然就是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的一个损失。那对市场一直不开放，对市场也是一种伤害。我跟李书业也座谈过，他们也期待是对等开放啦，不要说我们民众都跑去，那他没过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落差。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600万国际旅客来台湾，有100万是中国旅客，安怎补助客业？
陈建仁表示，国际观光客真踊跃，目前达成340万旅客来台湾，有信心达标。王国才阁讲，也会持续甲对方沟通，达成团客同步开放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800会馆事件的主嫌郭德敏，昨日为泰国遣送返来台湾。不过，伊一日转来，看到警方用全副武装甲武器来介护，伊是惊一跳。伊认为讲伊是生理人，唔知影当时变做重刑犯。新北地检署透明侦讯了后，认为郭德敏有逃亡、串证甲灭证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查费已经裁准。所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副总统赖清德，以特使身份，今仔日出发去拜访巴拉圭。按算伫咧台北时间13早起8点外去到纽约，白宫表示，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无改变，无支持台湾独立，所以中国无理由安尼掉卡顿地，安尼是敢若会增加误判的可能性。咱来看《自由时报》，即马疫情转好，去泰国旅游的人数直口增加。全球反诈骗组织公布台湾一个20多岁查甫旅客。今年4月份去泰国清迈旅游的时阵，伊一个人去酒吧啉烧酒，那像是去用下药啊，绑去缅甸的诈骗集团遐。落尾伊想办法逃走，无说伊为7楼下落来，几个所在骨拢断去，到在尾啊是有送病院，伫顶礼拜总算是互救回来台湾啊。所来，咱来看伫桃园市空服员的职业工会因收到陈情。讲中央航空对机组人员工伤病假的认定，都要拖2个月至5个月。员工都要申请病假、封口薪水，甚至是封钟表都要留职停薪。那中央航空是回应讲，公司有设职灾通报系统，会提醒当事人完成职灾的报告书，卖协助因向劳保局来申请职业灾害认定。疫情了后，航班的载客率一直加悬。空服员伫回龙机场整理物件的时阵，有诶拄着乱流，抓报道卡起漏着，还佫有去互旅客行李挂着顶顶，造成各种的空脆。这情形，互空服员职业灾害通报嘛增加。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收到中型空服员的投诉，公司甲职业灾害认定的责任撒互劳保局，工伤病假的工资甲医疗费等等的补偿直直拖，因感觉去互刁难。会有好几个人同时来跟我联络，那跟我要的资料可能是重复的，所以我就有点不太确定，说我到底是要把资料交给谁。对，然后每次看到公司传来的讯息，我会有点紧张啊，怎么了？我的假是不是有问题？请了工商到公司就是做地面勤务，就被转往公司做地面勤务，他还要去宣扬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为什么会工伤，然后去宣扬给其他组员说，有点类似劝导你说，那你要小心工作，不要像我一样受伤喽。根据工会统计，中型空服员占公司的员工1/3，不过公司有8成2的职业灾害，拢发生伫空服员的身上，可见职灾的风险真大。亲像甲饭菜烫好烧的时阵去互烫着，协助旅客放行李的时阵去漏着，空服员休息区的楼梯真下，可能会跋倒，还佫有去互行李甲餐车挂着。另外，若常拄着乱流、地势弄着，这拢是真接看的现象。同款是申请工伤病假，中型都比华航爱加等1个月以上。劳工如果在工作中的受伤如果他是跟那个执行职务是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会认为是职业灾害，那雇主就应该要给予职业灾害的补偿。针对这点，中央航空发声明，讲公司有设职灾通报系统，会主动协助，嘛提醒当事人交诊断证明、甲就医的收据等等的资料。公司收到了后，会赶紧立案甲审核。伫劳保局职业灾害还未认定进前，协助当人申请普通的伤病假，或者是申请留职停薪。后续经过劳保局审核通过，会依法给付补偿金，而且改做工伤病假，袂互当人的权益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伫咧11伫咧国安甲国防会议宣布，要甲所有的征兵中心的负责人辞掉。原因是因为征兵中心发生食钱的问题，甚至有阿兵哥偷渡出境等等的情形。那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到当时还未收煞。罗西亚伫咧11讲，因伫咧莫斯科西部的郊区，甲一只乌克兰的无人机拍落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开国安家国防会议，佮伫会议当中宣布解雇全国所有地区定名中心负责人。伊指出，经过调查发现有滥用职权的现象。Загалом вже 112 кримінальних проваджень щодо посадовців військкоматів, 33 підозри, обласні воєнкоми, міські, районні, працівники ВЛК, інші посадові особи. Зловживання в різних областях – Донецька, Полтавська, Вінницька, Одеська, Київська, Львівська. 泽伦斯基强调，滥用职权的现象包含非法讨钱、甲无顾暂时禁令，将符合征兵资格越南偷渡出境等。伊伫今日初台北对政府进行重大改组，解雇真侪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共款也是因为贪腐问题。清楚阵阵白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部郊区传出帕罗无人机，俄方讲已经摧毁一片的乌克兰无人机。迄时阵伫附近工作看到人对爆炸威力是真着惊。Мощный взрыв, и это слышно было, слышали все коллеги в офисе, даже которые окна не выходят не на эту сторону, поэтому разрушений сильных нет,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这是最近针对莫斯科在内俄罗斯都市系列无人机攻击当中上新的一件。乌克兰也伫面对炮火攻击，11早起全国空袭警报响起，受到几乎飞弹和防空系统炸乱，碎片落伫一间儿童病院园区，和家在无造成损坏甲伤亡。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继续来看，伫夏威夷的毛伊岛发生火烧山，到今已经是为七八烧到即马，造成上无55个人死亡。这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庄仔头大海纳，有8成的面积是烧甲规个乌有去，万外人爱离开家园。美国总统拜登就下令投入联邦资源，全力来协助。不过，这个火势一个拖开会无法度收煞，主要原因是因为烤花甲透风引起的。为空中看毛伊岛西部的度假胜地拉海纳，规片是拢烧甲臭火搭，类似战区共款，几百年历史的城镇。200多栋的建筑物8成拢乌有去，对外的路嘛袂通，因为火势真猛，真侪居民甲游客拢惊一个赶紧走，甚至是跳海逃生。伫毛伊岛的卡胡罗伊机场，多只巴士、公车、校车是甲游客为灾区载来再几啊抓，几啊千人感觉真惊吓，踮机场等飞行机来。When you're trapped between fires, other things come to your feelings. Especially if you're not with your own family. I actually drove through Lahaina today and it was to the ground nothing. Like the whole town was gone. And in terms of the fire, this huge smoke. And during the night, you could see a big orange glow in the sky. 这届森林大火，七八暗时导火，先头起因为季风大热，透风地势炭烧了真紧。目前虽然8成的火势已经控制掉了，不过也是有部分的火还未拍发。这届大火正早2018年。加州坎普亚火以来，死亡人数上介济一届。专家表示，夏威夷是真担心，这种严重的野火是无再发生。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当地伫短时间内温度真悬，阁无落雨，树仔因为大热较会烧起来，也阁有较高导火的外来种，天竺草入侵，加上沿海山区透风，是这届灾情严重主要的原因。Maui was in a D1, D2 severe drought for the season. And the risk for large fire potential was higher there than it was in California for this month and last month and in September as well. So these conditions all lined up with kind of a classic fire weather situation.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here was ignition during the high wind event. 夏威夷副州长罗克讲，目前还在做损失的评估。中间之路是真久长，现在拜登总统是发布重大灾难的声明，动用联邦资源来协助救灾。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镜头转来咱国内，新德女中明年建校就要100年啊！因为永明交代按算要将新德女中变作因下底附属高中，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有4000多个校友连署反对。昨昏有30多个校友甲退休的老师登去母校。表达因反对的意见，嘛有去教育部交陈情书。也那新德女中的校长伊嘛讲，会尊重多元的意见。收到连书书了后，学校会阁做讨论。反对黑箱，反对黑箱，撤销决议。
就算落大雨，新德路中的校友还是去教育部申请。部分的校友还佫穿新德路中的制服，展现加做这间明年就要8年学校的校友的功能。因为用表交代邀请新德路中改做下底附属高中，虽然顶一日敢若进入讨论的程序，不过已经引起不少校友的反对，发起联署。校友早超过4500份的联署书，批评规个程序是乌手作业。希望就是学校能够积极的面对大家想要就是更加了解到底是合并还是合作这两个选项的差异，在怎样的多更加黑箱的这样往前进。呼吁用合作取代合并。30外个校友早起登去母校，新德路中送联署书，表达因反对的意见。一个已经81岁的校友，伊强调讲，由于初中直升到高中，拢伫咧新德路中，伊是坚持反对改做附属高中。希望能够永远传下去啊！为什么要改立呢？真是感到非常奇怪，绝对反对。新德路中的校长把联署书接起来，强调会谨慎来建议。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尊重多元的意见。那对于校友传达的这个意见，我们会在校内做一个审慎的演绎。那目前国教署并没有收到新竹女中任何的申请文件。大家的意见呢，我们后续会再跟学校来进行讨论，一定会请学校审慎的处理。因为照相关的规定，高中并入去大学，大学每一年应该为自筹款来帮助校务的发展。迄项额度是学校年度总预算经常门5%以上。教育部强调讲，国教署已经发公文给学校，要求改做附属高中一定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而且甲各界充分沟通。嘛强调讲，国教署也未收到正式申请的文件。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民众平均的岁数是食到79.84岁，比110年减1.02岁，无甲80岁。也若伫咧6都内底，台北是上济岁，是83.75岁。咱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有民间团体认为讲，长照问题悲剧今年到达是已经超过10件，政府应该要赶紧建立长照体系。内政部公布111年的简单性命表，个人的平均年岁是79.84岁，受到疫情影响，比110年是减1.02岁。平均的年岁嘛无超过80岁。以各县市的平均年岁来看，台东县76.46上低，东部比西部较低。台东的一般属于就是说中低收入的这个比较多哈，每天又要为了生活打拼啊。去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增加，还有人口老化，全国的那个平均余命的其实都是下降。若是以直辖市来看，111年个人平均的年岁是对北到南愈来愈减的情形，以台北市83.75岁上悬，过来是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台湾就要来到大家年岁拢正大的这种社会，年岁大的健康和长照拢受到讨论。因为又在上班，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家，又变得比较困难一点点。时间都绑住了，像现在有长照的话，可能稍微可以喘息，可是还是不太够。民团讲，最近国内长照悲剧是一直发生，今年已经超过10件。不管对国家政策，还是家庭社会来讲，拢是警讯。除了爱拍拼发展长照体系，消透长照需求，嘛爱让适龄老化较慢发生，缩低无健康的余命。卫福部的一个调查，其实全国有82万的这个失能失智身心障碍者，在家里面需要去照顾，平均余命活得这么长，我能不能活得健康？那这是既是大家期待，也是一个需要因应跟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手路是800款，刑事局讲，即马有一种上新的诈骗，诈骗集团会去甲已经被骗去的民众直接讲因是律师，有法度替因甲钱讨回来。不过爱承受手续费，不过安尼等于是同款是诈骗，等于是一只牛防百双眼皮，提醒民众千万要注意。有人讲台湾是诈骗天堂，诈骗案件和金额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刑事局就发现讲，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做是律师，打电话给已经被骗的民众，表示愿意替伊甲被骗的钱讨回来。不过爱民众先缴保证金含手续费，民众把钱转出去了后，才知影搁被骗啦。目前台南和台中拢已经有个案。
甲你讲吼，我即摆是国际刑警组织啦，我是律师啦吼，我会带帮你来讨钱，已经找着人啊，你只要甲钱吼，佮保证金佮来投入我遮的时阵，我会当帮你讨着以后的钱，互咱被害者佮雪上加霜，佮加了一条。刑事局讲，这款诈骗的手法2年前就伫澳洲出现，受害者哄骗买10万的澳洲票，差不多台票220万。律师也提醒民众，律师袂主动甲被害者联络。律师根本唔知影你去互骗，主动甲你联络，迄一定是有问题的。吼，啊，第二，律师袂甲你讲，保证讲一定会甲你讨回来。律师会做的代志就是陪你行司法程序，不管提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甲物件会正当的讨回来。嘿，啊，第三个就是，阮律师咧做的民事甲刑事，吼，袂甲你讲奇奇怪怪，一定会给你保证讲摕偌济转来，爱有啥物手续费，袂无缘无故，甲你摕一个物件，就甲你讲，这爱来偌济钱，这通常拢是第二家的诈骗。诈骗的手段是800款，刑事局也提醒，接到爱你转销的电话，就爱开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若准钱转出去，就讨袂转来。记者柯嘉选郑水由台北报道。地方上头，咱来看嘉义县的水上乡的良德村，有一个人家厝的门牌顶悬写的地号名是11支厝。社区的文书工作者讲，因为用过庄仔头有11口水井，才会号名号做11井厝。不过，伫日本时代登记的人，伊甲发音听了唔对去，才有即马咱看到的地号名。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社区发展协会牌匾顶面写着良德社区发展协会甲良德村办公室的字，但是边仔门牌认真甲看是写着11支厝。伫嘉义县水上乡的良德村问庄内的人，大家拢知影这个地号名，煞拢唔知影原因。唔知啊，你唔知啊？哦，古早的安尼啊。知道教师一直说啊，不知道由来是什么。嘉义县水上乡的良德社区过去庄内有11口井，所以叫做11井厝。后来变做11支厝，是因为日本时代行政单位听无台语造成的误会。日据时代日本人统治台湾，办理户籍登记，然后因为毕竟台湾人跟日本人的语言不同，所以在地人会说11井厝，日本人可能误会就写11支厝。字甲井都同迄个音差无偌济啊，甲伊就是迄个。因日本人的是听讲变成11支去啊。11井厝到最后变11支厝这样，它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地方的一个踏查、文化的一个保存的一些东西，应该想办法把它弄出来，然后让下一代的人可以知道说自己的家乡的一个故事。地方文书工作者讲，以前的井即马拢已经囤平，所以将来知影11支厝由来的人嘛愈来愈少。乡公所表示，虽然较早的井已经囤平，但是即马庄内阁有写11支厝的门牌，希望透过文书的记录甲调查，来保留地方的发展甲故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海保署伫咧偏湖的网湾记录到一只石龟，28年来差不多2-3年，伊就会转来共一个所在生卵，是泡泡进前统计记录。采集海保署伫咧这只石龟的分数顶按追踪器。希望会当了解伊生活范围甲生团所在。专业的机器翕到死卵的情形，这只母的青海龟今年6月29伫偏湖县的望湾乡望安口保护区山部生头一收的卵了后，到这个月初10为止，已经是4收的卵了。特别是真重视资料显示，对西元1995年头一摆伫当地生卵了后，每2-3年拢会转来原地生卵，时间已经有28年啊，也刷新纪录。28年来已经回到它的出生地产卵约12次，所以我们这次希望能够透过装设发报器的方式来了解它在产卵期间的觅食的海域范围。学者指出，母的海龟较稳定生卵的地点，大部分伫兰屿、望湾、小琉球这外岛，用伫生卵的季节做适当管制，减少人为干扰，会用顺着记录到的洄游气象，展开跨国合作，互生卵地、栖息地拢达到适合海龟生存的环境。如果可以在产卵季节，就是母海龟会上来生蛋的这个期间，是有一些适当的管制措施，减少比如说光害啊，或者是人为，基本上来台湾这边生蛋的母海龟都不是住在这边的，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些跨区域的一些合作。海保署讲，这只母的海龟伫1995年到2015年把300安全卫星发布器追踪，却是因为电池的时限无法度完成全程的追踪，这摆搁再安装，希望将更加侪资料当作后续保育计划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